呢啲就係受歡迎程度啦。呢一架咧就係最新嘅 Smart Fortwo，佢哋叫精靈2號啊，喺個頂度。咁然後呢一架嘢咧，其實你睇得到咧，佢個車尾咧呢個位咧，佢其實係好似呢一個1號嗰個車頂咁，好似戴咗1號個帽喺度啦。跟住呢個位置咧，其實邊睇咧係比較之似以前453嘅嗰種 feel 㗎。咁講真嗰句，貼翻個圖上去，你會見到其實原先 Benz 做概念車嗰陣咧，其實呢架車個帽咧已經係差唔多呢個樣㗎啦，真係太多人啦。落去俾你睇下先。好啦，而家正經睇下呢架車啊。咁首先呢一架咧係概念車嚟嘅，不過據聞量產之後咧又係生咁嘅樣嘅。咁然後最離譜嘅咩咧？就係呢架車佢其實成個尺寸，包括長度啦、闊度啦，同埋個轉彎半徑咧，都係同當年451、453一樣嘅。其實佢掉頭咧都仲要好多位㗎，所以呢架車唔係話係因為佢架車細就好睇位㗎。咁但係 Fortwo 最緊要就係兩個位。咁呢架車繼續係兩個位嘅，而且佢有敞篷㗎，記住啊，佢有敞篷啊。咁啊，真正量產嗰架車咧喺10月份會出啊。咁啊，到時候應該差唔多生呢個樣嘅。然後呢一架車咧，目前俾到啲數據咧，話 WLTC 佢可以走300公里，咁跟住尾如果 CLTC 咧，佢可以行400公里嘅咁一架車嚟，咁啊，所以佢其實已經盡量嘅將個電池擠入去㗎啦。咁但係因為架車實在太細，嘅電池唔會大到去邊。不過佢而家冇講究竟電池係幾大粒，但係可以行到400公里，你又覺得夠唔夠先？跟住仲有一壇嘢就係咧，呢架車咧佢叉電啊，官方講咧20%到80%咧，20分鐘可以做到。咁其實係一個比較行、比較普通嘅數據，所以呢架車唔會話有啲好 top 嘅嘢，包括頭頂你都見唔到激光雷達啲嘢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冇話咩輔助駕駛啊，又冇話咩特別勁嘅嗰啲充電技術，所以呢架嘢咧應該就目前用依家有嘅電池技術嘅狀態下邊咧，去做一架2座可以喺城區可以帶得到部可以玩嘅玩具車啦。咁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呢一架玩具車以前賣10幾20個嘅，咁今時今日你見到呢一架車，你願意使幾個？當然，我覺得大部分人其實都係會買咩呢？買敞篷嘅，啱唔啱先？